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8月1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1篇第1节到第6节，耶利米书第6章第1节到第19节，希伯来书第12章第3节到1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管教。诗篇88篇14节，大笔的诗篇安尼讲：上主啊，你为什么气杀我？你为什么闪开无要插我？伫经文内底咧讲到闪开，伫和合本用暗面啦吼。原文的意思是藏起来吼，就是讲，伫大笔的祈祷中间讲，上帝伊来密起来，无要互伊来看见上帝的面。咱倒转来想，会记得伫创世纪内底，当亚当夏娃伫爱甸园违背上帝的旨意的时阵，上帝的神就运行伫迄个园中，亚当甲夏娃却是上帝来密起来。安尼密起来的关系，基本上就是甲上帝的关系建立啊。上帝无搁再要管教以色列人民啊。咱最近拢咧研读先知书，无论是何西阿先知，还是以赛亚先知，还是耶利米先知，以西结先知书共遮的等等。但是咱拢知影，先知虽然讲的话、讲的预言，拢是这个刑罚啦、审判啦，以及毁坏啦。但是，请咱会记得，亲像牧师进前一再伫分享的中间讲的，这个先知之言是为着要互人有悔改的机会。更较明白来讲，先知之言就是上帝的管教，因为上帝就是找先知，成做伊的代言人。先知是伊的仆人。耶利米书第6章，先知安尼讲：便雅悯人啊，逃命啊，紧逃出耶路撒冷！恁要伫提哥亚找号角，伫伯哈基林来烧这个警报的火。大灾难得要对北平临到啊！锡安城虽然真壮观，但是城要被毁坏。列国的君王要带领因的军队伫城的周围各自选定一个点来扎营，因要下令准备来攻城。伫中昼发动攻击，然后因又搁讲：海啊，天暗啊，乌暗到啊，未赴进军啊！我要伫暝间攻城，摧毁这个防疫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已经命令领军的君王斩这的树，对这的土堆，围攻耶路撒冷。伊讲，这个城充满欺压，我要处罚伊，亲像水井不断沁出这个清水。这个城不断制造新的罪恶，我听见城里发出占卜、毁灭的声音，也看见病痛甲伤痕。耶路撒冷人啊，恁要对这的苦难来吸收教示，若无我要甲恁等现杀，互恁的城荒废，无人通好徛起。以色列人无受管教，无愿意遵守上帝的诫命，
就甲上帝哪行哪远。到伫最后，家己就必须爱去面对所有的困境。诗篇23篇讲到，虽然是行过死荫的山谷，我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，你用管安慰我，你用棍来保护我。用管来带我，基本上就是一个管教。上帝透过管教来带领以色列人悄悄地来行伫正路顶悬。无接受管教的，就无法度知即种是非对错，就会亲像迄只羊共款，落陷落伫迄个危险的中间，因为家己行真容易犯大错。亲像迄个浪子的细汉囝共款，伊出去掠做家己会使，但是一错再错，就到落尾，到连食嘛无通好食。也就亲像先知以赛亚所讲的，因看我的子民受伤，就无感觉真重要。所以因讲无问题，无问题，其实问题真严重。因做即个真可恶的事，应当爱治体，但是因不治体，毋知影面爱红，所以因就甲别人共款来绊倒。我处罚因的时阵，因就无法度振作。我上帝安尼宣布啊！对伫基督徒来讲，接受管教、训练、指导是非常重要的。基督徒教会同工，除了需要家己的灵修受到灵性的栽培以外，要安怎一再受到栽培，积极参加即种在职的训练，正做一个互上帝儿女的教会同工，忠心的上帝的仆人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。若无的时阵，咱真容易亲像以赛亚先知所讲的，咱掠做家己会晓也袂要紧啦，拢掠做家己敢要做的拢是对的，掠做家己拢真熬。但是事实上却完全行偏差。严格来讲，就是咱咧讲的偏行家己的路。希伯来书嘛安尼来劝勉咱，伊讲我的囝，着爱留心主的教示，毋通因为伊的责备来灰心，因为主管教伊所疼的人。鞭拍伊所收留的每一个囝，恁着爱忍受管教，因为忍受管教是表示上帝对待恁亲像对待囝共款。敢有囝无受老爸的管教？如果恁无亲像其他的囝接受管教的话，恁就毋是真正的囝，乃是私生子。对伫肉体的老爸，咱接受管教，犹原尊敬伊；若安尼对伫灵性的老爸，咱敢毋是搁爱搁较顺服，求得到性命吗？肉体的老爸对着家己的意思暂时管教咱，但是上帝的管教是为着咱的好处。要互咱有份伫伊的性格，咱受管教的时就无欢喜，但是后来因为受遐的管教来经历过锻炼的人，会通结出和平的果子，过着正直的生活。这是希伯来书非常明白会甲咱讲，接受管教、愿意经历过锻炼的人，才会当结出美好的果子。
过一个正直的生活，互上帝的名声得到荣光。有机会接受管教，表示还阁有救啦，若是咱无愿意听上帝的旨意，先知的预言的提醒，表示上帝已经对咱黄面啊眯起来啊。基督徒要安怎来欢喜伫个人的信仰生活中间领受上帝的管教？要安怎愿意谦卑来学习教会服侍？这才是教会的福气。会通称做搁甜搁水的葡萄荣耀主的名。诗篇71篇第1节到第6节。上主啊，我倚靠你，求你互我永远袂拄着见笑。求你照你的公义拯救我，透放我。求你按耳孔听我，救我。求你做我徛起的石盘，互我通时常踮遐。你已经决定要救我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歹人的手，脱离不义甲残忍的人的手头。至悬的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仰望。对我少年的时，你一直是我的倚靠；对我胎年，就受你辅助。互我出老母的腹肚的是你，我要不时称赞你。感谢主，互阮时常成做你同在迄个的对象，互阮无过来离开你，愿意受你的管教，行伫你的正路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